以前由東莞返澳門起碼要3個鐘以上，而家深中通道開通咗，唔使2個鐘就可以返到澳門，真係便利咗好多。我係何永泰，喺澳門出世長大，祖籍係東莞虎門。幾年前我喺倫敦大學學院畢業返嚟，我就決定咗返大灣區東莞發展。而家1個星期大部分係5+2嘅模式。5日喺東莞，2日喺澳門。澳門同東莞睇落去好似唔近，但實際都唔遠，亦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。年輕嘅城市，活躍嘅經濟，繁忙嘅港口，仲有好多好食嘅美食。我們園區1期現在已經進駐了20多家企業。而家東莞正係由傳統嘅製造業過渡到智能製造。喺呢個背景下，東莞迎嚟咗好多嘅創業機會，所以我哋建立咗匯信灣區創科智能製造產業園，為東莞嘅高新科技企業打造同埋滿足佢嘅製造空間，助力更多嘅東莞企業發展成長。澳門係我成長嘅地方，東莞係我嘅根。我希望日後東莞、澳門兩地可以更多方面去實現對接聯通。將東莞嘅製造產品透過澳門呢個平台走向世界，對接國際。澳門嘅人才、教育資源同埋科技創新嘅經驗都可以對東莞嘅發展帶來更多嘅幫助。希望莞澳兩地嘅不斷合作交流中，除咗鄉情嘅紐帶更加緊密，亦都期望可以喺更多方面咁去有新嘅合作。